各位觀眾，今年係粵劇大師紅線女8歲誕辰，佢所創造嘅紅腔同紅派表演藝術，代表着粵劇旦角藝術嘅最高成就。而家就讓我哋緬懷一下佢嘅故事。有人話，世界上有華人嘅地方就有粵劇，有粵劇嘅地方就可以聽到佢嘅聲音。小北香港已經非常紅了，佢係頂尖嘅花旦之一，非常紅嘅演員。拍了將近100部這個電影，他對自己的那個傳統的藝術非常投入。習近平總書記，佢第一句話就係紅線女。似水柔情藝常曲，如夢天音動地聲。1955年12月14日，呢個係一個值得紀念嘅日子。呢一日，紅線女走過咗兒時嘅腳印，走過咗抗日嘅烽火，走過咗時代嘅風雨，走過咗人生嘅起伏，走過咗羅湖橋，走入咗新中國嘅懷抱。從此，佢嘅人生同新中國緊密相連，不離不棄，從此而終。佢嚴格要求自己，努力追求進步，不辭勞苦咁深入廣大民間基層，積極為工農兵同廣大群眾演出。1959年，紅線女加入咗中國共產黨。佢真心希望自己做一個勞動人民嘅紅線女，一世為人民服務。跟住落嚟，請大家欣賞紀念紅線女誕辰100週年系列活動《羊城粵劇澳門行2025之經典紅派粵劇山鄉風雲》。已經打咗1年，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粉碎蔣介石嘅進攻之後，現已大舉反攻。我知對奉命挺進山區，我連擔任先行。我命令出發。